如今长夜烬明已经成为了4、5月份最火的仙侠作品没有之一，而其中不仅男女主演技在线，就连里面的配角都是十分的出彩。今天乐风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长夜烬明中的8位配角。第8位，徐美玲饰演叶家祖母。这位老戏骨想必大家十分的熟悉，因为她之前在《夏家3000金》中饰演了男1号的妈妈周淑妹，还有梅艳芳《康熙私访》等经典作品里都有着她的身影。相信很多朋友看到徐美玲都会十分的眼熟。第7位，岳月丽饰演老棒王。这位老戏骨演过的热播剧就更多了，他曾在《18岁的天空》中饰演过校长这个角色，还有《古剑奇谭》《陆贞传奇》中也都有着岳月丽的身影，并且岳月丽因为多年在电视剧领域摸爬滚打，人物形象塑造的也十分的多样化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，她饰演起来都很得心应手。在这一次的作品中，岳月丽依旧没有让大家失望，老戏骨还是永远可以被相信的。第6位，常鲁峰饰演叶萧。常鲁峰这一次所饰演的角色是圣国将军叶萧，相信不少的朋友在看到叶萧出场的时候都会有些眼熟，因为他之前在08版三国中饰演过孙吴大将吕蒙，还出演了诛仙青云志等作品。去年的扫黑风暴里，常鲁峰还出演了雷子这个角色，虽然他大多数出演的都是配角，但无论是古装作品还是现代剧，常鲁峰总能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将角色饰演的淋漓尽致，即便是一个眼神就可以充分的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绪，并且常鲁峰早年还是古装美男一枚呢，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戏骨了。下面这位就是剧迷们所熟知的仙侠剧专业户了。长夜烬明8个配角，个个演技不输男女主，剧集大爆，他们也功不可没。第5位，何中华饰演圣王。何中华近几年也是仙侠剧中的常客了，前几年就有沉香如屑、琉璃等仙侠作品。如今在长夜烬明中，何中华饰演了跟他气质十分搭配的角色圣王，出场就带着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。虽然如今年龄较大了，不过对于自身的气质拿捏依旧是十分的出色。相信不少的观众都是看着何中华的剧长大的吧，所以这一次他出现在长夜烬明中，是不是让大家充满了熟悉感呢？第4位，王稼林饰演澹台烬的父亲。这位演员在剧中刚出场的时候，相信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来。其实他就是当初《风云》中的段浪。当初王稼林饰演的段浪，同样是《风云》中人气非常高的人物之一，五官十分的精致，带着一些洒脱不拘的气息。只不过王稼林虽然有颜值也有演技，但是却一直不温不火，所以才只能出演一些的配角。而让王稼林真正走到大家面前的，应该就是宫中年羹尧这个角色了吧？不知道他的出现有没有引起大家的回忆呢？第3位，郑国林饰演瞿玄子。郑国林这位演员是凭借当初《隋唐英雄传》中的李世民走入大家视野的，他当初也是一位古装男神，更有着李世民专业户的称号，在很多的作品中都出演过李世民这个角色。虽然如今因为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，郑国林从主角走到了配角，不过还是在剧中表现的十分出彩。近几年的《与君初相识》和《虫子》中，郑国林的表现就很让观众难忘啊。如今《长月烬明》中，他饰演的瞿玄子，一头白发加上一袭白衣，可谓是仙气十足，活脱脱就是一位在世仙人呐。长月烬明8大配角，个个演技不输男女主，剧集大爆，他们功不可没。第2位，余波饰演妖王地冕。喜欢古装剧的朋友应该对于余波这位演员并不陌生，因为他在千禧年之后为大家带来了众多出色的古装武侠剧作品，比如《萧十一郎》《水月洞天》等等。在20年前，余波也是当初顶流的男演员之一，并且除了古装剧外，他也曾涉猎一些爱情剧，比如《女人汤》《水晶之恋》等等，都是很经典的作品。而这一次长月烬明中，余波所饰演的妖王地冕更是非常的出彩，一头白发加白衣的形象，很完美的呈现出了地冕渣爹的形象，但其帅气的样子还是很难让大家恨起来的。而且地冕并不是一个坏人，只是一个有野心的王罢了，会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选择不同的立场，这一个特点也让余波展现的十分出彩。不得不说，优秀的演员是真的能将角色演活呀。第1位，黄海冰饰演赵幽。前面我们说到了《隋唐英雄传》中的李世民，现在就该说里面的秦叔宝了。早年的黄海波同样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古装男神，一部《武林外史》就让很多人知道了那位帅气的沈浪。年轻时候的黄海冰在电视剧领域中为大家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。如今虽然年龄大了，开始给后生让路了，但近几年的《长相守》《青云志》等作品，黄海冰依旧没有让大家失望。而《长月烬明》里面他饰演的赵幽是澹台烬人生的救赎者，虽然最后赵幽身死，但却交给了澹台烬善恶有道，并且给了他家的温暖。而黄海冰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真的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对澹台烬的父爱，也许这也是大家喜欢这部剧的原因之一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除了这几个人，你还喜欢其中哪些配角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